神秘嘅岡仁波齊峰大約6600米，唔係世界最高，但係至今冇人成功登頂，因為由1980年開始已經被中國政府永久禁止攀登。佢係4大宗教奉為宇宙中心嘅聖地，亦都係地球7大最強能量點之一。人有7個脈輪，地球都有7個脈輪，而地球嘅脈輪就係岡仁波齊峰。印度嘅靈性大師石咕嚕每一年都親自帶學生去朝聖，傳說中佢仲係地心世界嘅入口。由於神山係唔俾人攀登，唯一合法感受神山能量嘅方式就係山腳下面走完一圈52公里嘅轉山儀式，英文叫做 Kora。 據說轉一次山可以清理前世今生嘅業力，運氣會變得更加好。而今年神山嘅能量頻率會比平時強大足13倍。作為一個吸引力法則導師同埋能量療癒師，我今年年頭不斷收到神山嘅呼喚，除咗自己去吸能量，更重要嘅，我想喺地球7大能量點嘅地方幫我嘅學生祈福，因為保持高能量會幫助學生人生更加幸福、豐盛、順利。喺2026年嘅6月，我前後用咗15日時間成功完成岡仁波齊峰轉山之旅，途中遇到好多撞板、驚險、神奇嘅事。如果你內心都有把聲音不停呼喚你，叫你做一件事，但係你冇動力，或者呢條片會俾一啲啟示你，將來你想去呢個地球最強嘅能量點，呢個影片可以幫你慳返好多時間精力。睇到最尾，我仲會送一份神山能量小禮物俾你。其實2年前我已經知道呢一座神山，但係掙扎咗好耐先去，因為聽聞去西藏好容易高山反應，當地廁所衛生麻麻地，好多朋友去完頭幾日都話好辛苦或者唔舒服，而且海拔5000米嘅所有活動，一般嘅旅遊保險都係唔包嘅。我喺香港係嗰啲行幾層樓梯都索氣嘅人，又怕辛苦、怕凍、怕污糟，食嘢呢就比較奄尖。偏偏西藏呢係美食沙漠嚟嘅，因為當地嘅人信仰呢係唔食海鮮。第四啦，我就麻麻地去旅行，因為呢好討厭舟車勞頓同埋執行李，而且西藏紫外線呢係好強烈，偏偏呢我呢係對防曬霜敏感，之前去瑞士搽咗防曬霜，結果變咗豬頭炳，7日嗰啲旅行相全部都唔要得。縱使我有千萬個理由抗拒轉山呢一次嘅任務，每次我睇到神山嘅影片，我都有啲感動，甚至會有啲想喊。今年3月份突然間有個機會可以去，團費係每人28,000蚊港幣，唔包機票。我一開頭都無動於衷，點知唔夠24小時，突然間收到一筆非工作非投資嘅6位數字意外收入。我當下就知道呢個係宇宙課金支持我去做呢件事。而且山上面好多住宿係拒絕一個女仔住一間房，因為驚你高山反應出事冇人知。所以我心大心細，問下老公有冇興趣用15日去西藏旅行。佢對靈性一啲興趣都冇。之前我話去杜拜、去日本，佢都耍手擰頭話冇時間。我心諗好啦，又多個理由唔使去。點知佢答我好啊，我請假陪你去。只能夠講天意走都走唔甩。2個人團費56,000蚊，機票1萬蚊。喺淘寶同 Decathlon 買基礎行山嘅衣服同埋裝備，用咗額外1萬蚊。真係估唔到，原來基礎嘅行山裝備都係咁貴，仲未計山上面嘅額外開支。神山位於中國同印度嘅邊境，冇直飛航班。香港去到神山呢，
可以由四川轉機去拉薩，而且咧就停留喺當地2至3日，適應高海拔同埋辦理最重要嘅邊防證。然之後咧就會坐3日車，途經2個城市日喀則同埋沙格，先至到最接近神山嘅小鎮塔爾恩。我哋準備6月22號正式轉山。轉山需要門票，要1日前買150蚊人仔。佢係實名制嘅，你要帶齊回鄉證同埋邊防證先可以買，每日限量。朝早11點咧就會喺4個指定酒店發售，所以6月21號咧，我哋咧就喺上一個城市沙格，清晨5點幾起身，就飛車5個鐘，務求喺11點之前趕到塔爾恩嘅售票點買到飛。坐咗5個鐘頭車，終於見到神山嘅南面。喺南面嘅神山咧，山頂有條垂直落嚟嘅巨大溝槽，橫向紋理交織成一個神秘符號。喺能量學嚟講咧，南面代表威嚴同生命力，好似定海神針，提醒你無論過去背負幾多重擔，嚟到呢度你都獲得重新出發嘅力量。塔爾恩呢個小鎮呢，唔似拉薩咁出名，但係每年都有大量嘅朝聖者轉山，而神山一年只係開放6個月，基本上當地做旅遊生意嘅原居民個個都係年薪過百萬。高能量嘅地方，人都會變得豐盛，亦都係點解我想同學生嚟呢啲地方祈福嘅原因。順利買到飛之後，我就喺呢個海拔4700米嘅小鎮其中一間酒店休息。入到房，發現廁所並不是乾濕分離，不過唔緊要啦，我都冇諗住沖涼，因為轉山前一日咁高海拔嘅地方沖涼，好容易嚴重高反。我求其抹身，開咗個電熱氈，而且酒店入面係有供氧設備嘅，所以嗰晚呢都叫做瞓到覺。出發前呢，我呢就租咗部氧氣機，因為呢你哋常見嗰種好輕嘅鋁罐氧氣呢，只可以維持幾分鐘嘅啫。咁如果你話要2日1夜嘅旅程呢，氧氣機呢就比較持久，同埋會比嗰啲藍色金屬好大樽嘅氧氣呢就輕好多。呢個需要自費，大概1000蚊人民幣左右。由於我喺社交媒體呢都見到有啲人呢會喺嗰個山度騎馬轉山嘅，咁我叫導遊問下啦，佢就話今年嘅需求呢係激增嘅，所以如果你租馬呢，最少咧要租晒3日，大概2300蚊人仔。咁我又覺得，即係我又唔想好似千里迢迢嚟到啦，齋騎馬咁樣。一來騎馬唔係咁舒服嘅，二來咧喺咁高海拔嘅地方，萬一騎馬發生任何意外咧，唔知點算。所以咧我就冇騎到馬啦，咁就推咗呢個 offer。但係我好快就後悔。咁轉山咧，旅行社咧就建議係3日2夜嘅，咁但係咧我哋最尾咧就2日1夜完成，全程咧係52公里。第一日轉山，首先我哋會由塔爾恩去到經幡廣場，呢7公里咧官方係有提供收費環保巴士嘅。喺高原上面啦，行1公里等於香港行10公里。孭1公斤等於香港孭10公斤嘅行李，所以落咗車之後呢，我哋都請咗一個當地嘅背夫啦。咁佢哋會幫我哋孭住轉山嘅行李，同埋佢哋比較熟地形啦，幫助我哋呢就係轉山成功。而呢個決定呢，後來呢係救咗我一命嘅。山上面呢，有好多補給站嘅，所以大家咧係唔需要帶好多嘢食啊，或者帶好大壺嘅熱水。咁而每個補給站啦，通常都會用啲寺廟去命名。咁通常真正個寺廟咧就喺再山上面嘅，好少會行到過去。
咁而由經幡廣場啦，去到下一站補給站曲古寺咧，係大概2公里左右，全程咧都係平路啦，好易行嘅。咁大家欣賞一下美景嘅時候咧，我就分享一下一啲重要事項啦。就係山上面最重要嘅就係要戴冷帽、手套保暖，因為6月份嗰時都好凍。另外紫外線咧都係好犀利嘅，所以咧要戴太陽眼鏡啦，保護你嘅雙眼。同埋我本身都着咗爪毛同衝鋒衣啦，但係6月份行嗰時都係有啲凍嘅。如果怕凍咧，就要着多件薄羽絨啦。另外轉山嘅環境咧並唔係想像中嗰種高原空氣清新，因為氣温低啦，比較乾旱啦，所以咧植物就比較好難去生長。咁加上咧就好多車行過，所以係沙塵滾滾嘅。咁結果咧我就係好多年都冇發作嘅氣管敏感啦，就開始又發作啦。好彩咧就有帶到特效藥，所以咧之後我成條片咧都係冇乜表情嘅嚇，唔好意思。咁而行到曲古寺補給站咧，我哋第一件事啦就係去廁所，因為據聞咧山下之後嗰啲廁所嘅衛生狀況咧就冇呢個站咁好嘅。咁亦都提翻啦，就係山上面廁所或者西藏啲廁所大部分都係冇得洗手嘅，咁大家要帶酒精搓手液啦。而呢2公里嘅路咧，其實都可以選擇搭官方嘅環保巴士直達，節省體力。由曲古寺咧行6公里啦，就會到下一個補給站馬頭明王站。咁喺度咧會慢慢見到神山嘅西面，好似一座灰色嘅金字塔，喺能量上面咧代表智慧同深度療愈。而我喺呢個時候啦，就即刻咧就吸下神山嘅能量，同埋幫學生去祈福。慢慢咧就會見到10公里嗰個路牌，嗰時咧隻腳已經好攰。見到身邊咧有啲人咧係騎馬經過，我真係好羨慕同後悔冇租馬。咁貝夫就幫我問下佢，可能山上面嗰啲本地朋友啊，可唔可以租1日啊？答案係咧，所有嘅馬仔咧已經被印度嘅朝聖者咧就 book 晒啦。咁我唯有咧喺條路上面啊，行下休息下，同埋咧就影下可能附近啲動物啊，分散下注意力。另外咧就係有個好消息啦，就係山上面咧其實嗰個手機信號咧係 OK 嘅，我用中移動數碼通咧都收到。並唔係社交媒體流傳嘅山上面係冇信號。為咗節省時間咧，咁我就係食咗一條 energy bar 同埋咧1罐原味嘅可樂做午餐。咁原味可樂咧就係高反一個神器嚟嘅嚇，因為咧佢可以令到你個身體咧舒服好多啦，令到你個狀態好啲。而行咗5個鐘之後咧，就開始落少少雪。咁我哋見就嚟到今日夜晚嘅可能終點啦，紫熱寺啦，剩翻1.8 km 嗰時咧，我身上面嗰部製氧機咧就開始電池冇電啦。咁我就決定啦，就攞背囊入面嗰個輕便嘅氧氣筒頂住先咯，即係唔好咁快動用第2嚿嘅備用電池。咁我哋之後咧就會去到紫熱寺啦，佢咧中間有條木橋咧要過嘅，咁我亦都喺度咧見識到咧原來馬係咁樣過河㗎喎。咁我一抬頭咧就會見到你哋成日可能搜尋到嗰個神山嘅北面啊。北面咧係一整面咧好巨大，近乎完美垂直純白冰雪嘅峭壁嚟嘅，好似一塊巨大嘅宇宙嘅鏡入面啦。喺能量學入面咧，
北面咧係代表靈魂嘅鏡子啊，會折射內心嘅信念啊，無論係恐懼、信仰都會折射出嚟。咁我即刻趁呢個時候啦，就做冥想啦，吸下能量啊，同埋幫學生祈福。咁就開始咧，好似連結到神山嘅能量。我收到嘅第一段訊息咧係：你做乜唔騎馬要行咁辛苦？咁我內心就答：我覺得好似用腳行咧會比較有誠意啲。咁神山咧就唔知點解啦，傳俾我一個好搞笑嘅答案。佢就話傳統藏族佢哋係三跪九叩㗎喎，咁你用雙腳行都冇佢哋咁虔誠啦，係咪代表我唔會祝福你先？咁我心入面諗唔好啦，係咪先？咁神山就話講笑啫，其實我哋係唔會理你用咩形式嚟轉山，或者係點樣形式嚟到，只要你可以接觸到神山嘅能量，你都會受到祝福。咁呢一個咧係我學到一個新嘅領悟啦，就係凡事要學識用最輕鬆容易嘅方式去做到一件事啦，就無謂吃嗰啲苦啦。正如世界上其實90% 嘅問題都係有答案。去請教同埋模仿已經做到嘅人呢，其實係最快解決問題。唔好嘗試乜嘢都自己摸索咯，其實係最辛苦啦，同埋浪費時間嘅。轉個頭呢，我就開始見到岡仁波齊嘅著名神獸啦，就係可愛肥嘟嘟嘅土撥鼠。另外我哋今次都中伏嘅，咁旅行社寫明係住 guest house 啦，佢前幾晚嘅住宿都正常。咁原來山上面佢包嘅就係要同700個人 share 一間房，我唯有臨時加1400蚊自費去升級獨立嘅房間。升級呢個住宿呢已經算係山上面最好㗎喇。雖然佢係冇廁所，冇得沖涼洗手，但係呢佢有呢個供氧設備，令到你喺海拔5000米呢唔會因為缺氧啦導致失眠、高山反應。同埋佢有得俾你叉電啦，叉下你啲手機啊、供氧機。但係呢，佢嗰個電熱氈呢有一張今次係壞嘅，所以呢，大家去啦就最好帶暖包啦，同埋或者帶 slip cover 啦，因為佢嗰啲山上面嘅被鋪呢係唔會換嘅。第二日嘅路線呢，大概30公里啦，咁我哋就凌晨5點啦就已經起咗身㗎啦。今日呢，要挑戰呢，就係轉山最高點，海拔5300幾米嘅天葬台同埋5630米嘅卓馬拉雅口，幫學生祈福。咁一起身呢，其實就發現落雪啦，同埋越落越勁嘅。咁凌晨5點鐘呢，咁就漆黑一片啦，要帶嗰個頭燈去前行。我覺得成個畫面呢，好似玩緊 Silent Hill 咁樣。而呢天葬台嘅路呢，全部都係斜坡嚟嘅，每一步呢都比前一日呢要用多好多力。咁由於太早起身啦，咁我行下呢，就開始呢就出現輕微嘅高反啦。咁例如呢，個團友叫我聽唔到啊，同埋呢有啲左右不分，有啲頭暈，咁應該都關血糖低事嘅。咁所以緊急咧就食咗一條 cereal bar， 開始清醒啦。之後咧就一路慢慢行咗幾個鐘，到朝頭早8點咧就去到天葬台附近嘅補給站，咁就可能食少少嘢休息一下啦。咁開始啲雪咧就越嚟越大。咁而導遊同埋貝夫都同我哋講咧，如果雪唔停嘅話咧，可能個政府啊會隨時封山，所有人咧要原路折返嘅。嗰刻咧，我係有啲不知所措啦。咁唯有喺心中咧就同神山咧就又係祈下禱咁講，神山，咁我由香港啦
要搭飛機幾千公里嚟朝聖啦，除咗感受你嘅能量，仲係咧要幫幾百位學生啊去祈福嘅，希望你可以幫下手啦，令到我完成個任務啦。因為我自己譬如氧氣啊、體能啊嗰啲，我自己都盡量去準備好啦。但係天氣真係要即係求下宇宙或者神山幫下手啦。咁我最多應承你，今次成功轉山啦，我會將個經歷喺 YouTube 分享俾更加多香港人。最神奇嘅事發生就係祈完禱冇幾耐啦，個雪咧就開始落雪，就越落越細啦。跟住就慢慢我哋過咗天葬台之後咧，開始向卓瑪拉雅口衝刺。咁呢段路咧係由3個大斜坡，全部都係差唔多60度嘅斜度啦，凹凸不平啦，全部都係好尖、好濕滑嘅亂石堆啦，好容易差錯腳就會受傷啊！咁呢段路咧係阿貝夫咧要扶住我行嘅，咁我哋咧就行下咧。休息下就到第一個斜坡啦。嗰刻咧，貝夫就講呢個已經係最容易嘅斜坡啦，最難嗰個咧係最尾嗰個。經過3個幾鐘嘅攀升啦，我終於成功登頂，雙腳站喺5630米卓瑪拉雅口。我即刻運用美國學嘅療癒技術，引導神山嘅能量去到之前準備好嘅祝福嘅素材經幡同龍達，然之後咧再請我哋呢個經驗豐富嘅藏族貝夫啦，用最正統嘅方式咧幫我掛經幡喺呢個轉山嘅最高點度做呢件事，而我亦都將之前親手寫好晒學生名嘅龍達啦灑向天空，因為咧根據藏族嘅傳統啦，將一個人嘅名啦灑喺卓瑪拉雅口咧，就等於佢本人親自去到呢個地方接受神山嘅能量洗滌同埋祝福，所有嘅阻礙業力都會被徹底清除，佢哋會變得更加豐盛好運。睇住呢啲彩色嘅龍達喺風雪入面飛揚啦，去到成個卓瑪拉雅口咧，我內心就終於鬆一口氣，因為任務開始完成啦。咁落山嘅期間啦，會見到一個好靚嘅湖啦，不過結咗冰。佢叫慈悲湖，海拔5440米啦。傳統上講咧，可以見到慈悲湖咧係一種福氣嚟嘅。而家就將呢種福氣啦，就傳遞俾大家，祝福大家落山啦。頭先都講過，要經過3個超級大斜坡啦。嗰時咧就係中午，又融緊雪啦，令到成條凹凸不平嘅碎石路咧就更加難行。咁我足足有6次差啲咧係受傷嘅，咁每次都係阿貝夫即係可能捉住我同埋我左手用行山杖先至冇事。咁呢段路咧連導遊都跌咗一次，大家可以諗下即係唔容易行嘅路啦嚇。咁慢慢咧我哋就嚟到下一個補給站，最後1公里咧雪就越落越大。嗰 1.6 公里咧對我嚟講好似行極都行唔完咁樣，但 anyway 啦，起碼感謝神山同宇宙幫忙啦，可以令我完成到呢個祈福嘅任務，亦都令我領悟到第2個重點啦，就係人咧有冇宗教信仰咧係唔重要嘅。但係人咧係一定要對自己有信仰，因為信仰同埋恐懼本質上咧係同一件事，都係你對於一件尚未發生嘅事啦作出嘅一個解釋嚟嘅。
好多人呢，佢用吸引力法則啊，顯化失敗，就係因為佢相信自己做唔到啊，呢件事做到好危險，咁結果就會對應咗做唔到失敗嘅版本。而我呢，雖然好弱雞啦，又攰啦，又喘氣啦，流晒鼻水咁樣啊，但係我係內心堅定相信呢，感謝神三接納我啦，我一定會平安轉山成功。我覺得係呢份信念感呢，就令到宇宙幫一幫我啦。正面嘅信念呢，先至係人生最重要嘅信仰。人呢，真係好需要去相信自己。去到不動地丁站啦，由於我哋都好肚餓同埋好口渴，咁就食咗個午飯，都係全素嘅。之後呢，就導遊講啦，由呢度去到終點中堆站呢，嗰20幾公里呢，係完全見唔到神山嘅。咁加上呢，就雪越落越大啦，咁就推薦我哋呢都係搭呢個官方嗰個小巴就去到終點。咁就每個人160蚊人民幣啦。我哋最尾都係選擇去搭呢個小巴，因為神山係冇限我哋一定要用腳行先有誠意㗎嘛，你完成到就 OK 㗎啦。咁我呢等車嗰時啦，發現我塊面可能鼻同嘴都爆晒拆，但我嗰刻係好開心啊，因為過去我以為自己體能做唔到嘅事，居然係做到嘅。咁如果我咁孱都轉到山成功，我相信你哋只要準備充足嘅話，你哋都得嘅。如果你睇到呢度都覺得同岡仁波齊呢座山呢係有緣分，咁我準備咗一份免費嘅小禮物，等你可以感受一下岡仁波齊峰呢座神山嘅能量，佢會幫你瞓得更加好，提升頻率。只要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留言999，助教就會 send 俾你。如果你對於轉山或者去西藏啦，有任何嘢想分享或者想問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會盡量解答。拜拜。